你有冇試過一個經歷？你明明好深刻記得自己做過某一件事，或者見過某一樣嘢，但身邊所有人，甚至連政府官員都同你講，你記錯啦，呢件事根本從來冇發生過。最後連你自己都開始懷疑自己嘅記憶。之前開始咗 X Files 系列，雖然 view 數麻麻地，但都有聽眾留言想我繼續講呢個系列，所以我今集都會繼續 X Files。多謝大家嘅支持。我哋繼續第一季嘅第二集，而呢一集內容就係講清洗記憶。不過入正題之前，我哋可以先講下一啲花絮。翻查資料，原來第二集係同第一集隔咗差不多1年先開拍，主要原因係美劇通常有試拍嘅制度，電視台出錢俾製作人拍咗第一集先，之後就由電視台內部評審一下，睇下會唔會真係投資入去繼續拍。加上當年霍士電視台對呢啲科幻題材都有啲保留，又認為女主角唔夠性感，種種原因之下就拖咗好多個月。如果大家細心啲睇，第一集同第二集其實喺主角嘅造型同埋啲景都有少少出入。我哋而家就一齊翻去1993年，繼續去調查呢個 X File。故事一開始就嚟到愛達荷州西南部嘅愛倫斯空軍基地附近，有一班憲兵突然衝入布達哈斯上校嘅屋企搜查，發現佢縮喺沖涼房入邊，全身喺度震，而且赤裸上身，仲見到佢全身紅晒，好似啱啱去完沙灘咁。布達哈斯上校之前就偷偷咁駕駛咗軍方一架高度機密嘅軍機，仲曾經將自己鎖喺機內。鏡頭一轉，4個月之後，我哋嘅主角莫霍斯探員 Agent Mulder 同郭丹拿探員 Agent Scully 喺哥倫比亞特區入邊一間酒吧度傾緊布達哈斯上校嘅呢單案件。Mulder 話俾 Scully 知，呢個上校係一個軍方嘅試飛員，憲兵之前捉咗佢之後就再冇任何消息，亦冇任何人話見過佢，軍方又拒絕透露佢嘅情況，聯邦調查局又唔願意調查。Mulder 話艾倫斯空軍基地仲有另外6名嘅試飛員失咗蹤，有傳聞話同一啲實驗飛行器有關。跟住 Mulder 去廁所嘅時候，被一個神秘男子攔住，呢個就係我哋嘅靈魂人物 Deep Throat 深喉，呢個名都幾特別，我哋之後再解釋翻點解要叫做深喉。而且要喺廁所相遇嘅呢個設定都有種講唔出嘅滑稽。深喉好嚴肅咁警告 Mulder， 叫佢立即收手，唔好再查呢單案，以免惹禍上身，仲話 Mulder 已經受到監視。跟住深喉就走咗， Mulder 即刻追出去，但呢個人就好似蝙蝠俠咁，話消失就消失。當晚 Scully 做完資料搜集後打電話俾 Mulder 一接電話就聽到一下怪聲，意識到自己個電話已經被監聽，於是同 Scully 講上咗飛機先再長談。兩個人即刻飛去愛達荷州嘅空軍基地附近，見到布達哈斯太太，佢話佢老公失蹤前出現咗皮膚紅疹、暴躁同埋好多怪異行為，例如將魚糧當做調味料咁加落自己啲嘢食度。佢仲帶2位探員去揾一個鄰居，呢個鄰居嘅老公都係一位試飛員，呢位飛行員都曾經失過蹤，但之後翻嚟就成個人變晒，完全唔係以前嘅佢。而佢老婆覺得純粹係因為軍隊壓力太大導致嘅。不過 Scully 就有自己一套科學解釋，佢懷疑呢班飛行員其實係一個叫極光計劃嘅試飛員，因為精神崩潰而被淘汰。極光計劃係傳聞中嘅秘密偵察機，好多人都覺得只係都市傳說，但 Scully 認為呢個先係理性答案。當然 Mulder 亦絕對唔信呢套。第二日佢哋嘗試去揾基地嘅司令官查詢，點知對方拒絕同2人交談，仲一見面就被對方瘋狂問候，大鬧佢哋侵犯隱私，仲將佢哋趕走。跟住一個叫保羅嘅當地記者出現， Mulder 問佢有冇見過 UFO， 呢個記者話呢啲只係廢話，但就指佢哋去一間叫飛碟餐廳嘅地方，話嗰度或者可以揾到一啲見過 UFO 嘅人。一入到餐廳， Mulder 就見到牆上貼滿咗 UFO 嘅相，個女侍應仲成功將其中一張相嘅副本賣俾 Mulder 賺錢，連 Scully 都頂唔順，喺側邊講咗句大家都想講嘅真心話：你真係一個好好呃嘅傻佬。Mulder 喺餐廳度揾到咗一張有軍事基地位置嘅神秘地圖，2個人開車去到基地外圍，Scully 睜緊眼瞓嘅時候，
突然一陣強烈嘅隆隆聲傳嚟，震到架車啲玻璃都碎埋，直接將佢嚇醒。Mulder 興奮到即刻拉埋 Scully 上山，指住夜空中喺空軍基地上空盤旋飛得極唔尋常嘅光點，大嗌：睇下係 UFO！ 但 Scully 身為終極懷疑論者，繼續發揮佢嘅科學想象力，話呢啲可能只係地面射上雲層嘅鐳射激光。呢個時候，有一架黑色直升機因為追蹤擅闖基地嘅年輕人，而向住 Mulder 同 Scully 嘅方向逼近，佢哋於是都被逼逃離現場。之後，佢哋兩個就同剛才嘅擅闖者佢哋一齊去返嗰間飛碟餐廳食飯。班年輕人話，大家見到嘅光點其實係軍方嘅實驗性飛行器。Mulder 就攞出一張 UFO 嘅相出嚟，問佢哋似唔似係咁樣。之後 Scully 諷刺佢話，人哋講乜佢都會信，又話 Mulder 又冇睇到啲年輕人嘅眼神，你就算攞張飛天漢堡包嘅相俾佢哋睇，佢哋都話係 UFO。不過 Mulder 深信，軍方呢啲秘密飛機根本就係利用咗外星 UFO 嘅逆向工程技術製造出嚟嘅。好快，佢哋收到消息話，布達哈斯上校已經返咗屋企，但佢老婆情緒崩潰咁一口咬定，眼前呢個坐喺客廳嘅男人根本唔係佢老公。Mulder 嘗試問上校一啲關於駕駛飛機嘅基本問題，原本答得好好嘅佢，一牽涉到關鍵嘅飛行技術，竟然成段記憶空白晒，乜都記唔起。Mulder 懷疑軍方用技術將上校嘅特定記憶刪除咗，但 Scully 即刻反駁：Mulder， 大腦運作，你以為可以好似電腦檔案咁話 delete 就 delete？ 幾架車突然將佢哋截停，一班黑衣人好粗暴咁將兩位探員拉落車，仲當場將佢哋搜集到嘅所有相片、地圖等證據通通沒收兼銷毀，仲命令佢哋立即離開當地。Mulder 同 Scully 仲無端端被打咗一餐。呢班黑衣人如果好似電影 Man in Black 咁，用一支記憶消除棒閃一閃就搞掂，咁就唔使搞到咁大陣仗同咁暴力。返到旅館， Mulder 驚覺呢班黑衣人一早掌握晒佢哋嘅行蹤。Scully 頂唔順，勸 Mulder 放手，如果唔係連份工都保唔住。跟住 Mulder 表面上話去沖涼同收拾行李，點知轉個頭偷偷地自己一個開車去咗揾當地人幫手，揾到防線圍欄嘅一個破洞，再潛入咗空軍基地。Mulder 匿埋喺基地跑道側邊，竟然親眼目睹一架三角形嘅 UFO 喺佢頭頂飛過。呢度補充翻，嗰架三角形 UFO 嘅外形就直情係傳說中嘅 TR-3B， 一架由 UFO 逆向工程製造出嚟嘅神秘飛行器。但好快，大批軍車就包圍咗佢。Mulder 當場被捕，仲被綁喺醫療床上面，俾軍醫注入咗一啲唔知咩成分，但軍方肯定話好安全嘅神秘藥物。與此同時，喺旅館嘅 Scully 發現電話線全部被切斷咗。當佢行出房嘅時候，竟然見到之前嗰個記者保羅鬼鬼祟祟咁由佢間房出嚟。Scully 即刻起疑心，並且偷偷準備好手槍。當 Scully 準備開車嘅時候，保羅用個滅火筒偷襲佢，好彩佢抵抗到，仲用槍指嚇翻保羅。而保羅嘅車載對講機正好響起，證實咗呢條友根本唔係記者，而係空軍基地嘅安全特工。Scully 展現出超強悍嘅一面，用槍頂住呢個人嘅背脊，強行壓住佢，開車去基地大門，威脅軍方如果唔立刻放翻 Mulder 出嚟，佢就會將事情全面曝光。呢一幕就凸顯出 Scully 有幾咁勇猛，絕對唔係花瓶。軍方最終妥協，用吉普車將整個人迷迷糊糊、記憶被動過手腳嘅 Mulder 送翻出嚟。而 Mulder 真係記唔起自己到底經歷過啲咩，同點解喺度。最後，兩位探員再去布達哈斯上校屋企，雖然應門嘅上校太太口頭上話一切都好好，但從佢恐懼嘅眼神同肢體語言就睇得出，佢哋一定係受到咗軍方嘅死亡威脅。Mulder 心知肚明，但 Scully 已經覺得無能為力，只能夠到此為止。返到華盛頓特區， Mulder 喺運動場跑步嘅時候，神秘線人深喉再次行埋佢身邊。深喉警告 Mulder， 佢嘅生命已經受到嚴重威脅，但深喉答應會繼續向佢提供內部消息，前提係只要咁做係符合揭露真相嘅目的。Mulder 好認真咁問咗佢一句：
佢哋其實已經喺度，係咪？深喉留低咗一句震撼人心嘅回答：佢哋已經喺度存在咗好耐好耐啦。說話中嘅佢哋，大家都知道係講緊外星人。故事就講完。今集正式引入咗深喉呢個角色，雖然佢嘅真實姓名要到好後期先公布，而呢個角色嘅靈感正正源自當年美國水門事件中向記者爆料嘅 FBI 副局長 Mark Fell 嘅代號。總結嚟講，呢一集承接得非常好，透過深喉嘅出現，為男女主角日後要面對嘅龐大政府陰謀網絡拉開咗序幕。今日就分享到呢度，未聽第一集 Pilot 嘅朋友可以撳呢度嘅連結。如果你喜歡我哋嘅 channel，請記得 Like、Share 同訂閱。多謝收聽收睇，我哋下集再見。